各位同學，今日黃老師收到一個同學嘅求助啊，話唔明白咧，點解自己做呢兩題斷義理解個答案會係錯。嗱，黃老師上堂成日同你哋講，做斷義理解咧，我哋除咗睇中心句，仲要睇連接詞噶，連接詞都好緊要噶。好似呢個第一同第二題咁，連接詞後面咧就係答案嘅關鍵啦。睇下第一題，嗱，你哋習慣咧睇中心句係嘛？咁啊睇第一句咯喎。喺現實生活中，我哋成日因為堅持己見，同人哋鬧得唔愉快。跟住同學咧就睇咗中心句係嘛，頭尾兩句，嘗試理解先至可以揾到解決問題嘅方法，嘗試包容先至可以令人際關係變得更和諧。所以咧，同學就順理成章就揀咗啦。啊，後面呢度寫咗理解，寫咗包容，呢句肯定緊要啦。然之後就揀咗 C。嗱，問題就嚟咯喎。呢一段咧有一個連接詞好緊要㗎，有冇發現啊？叫做即使同埋也。黃老師成日教你哋啊，見到呢啲咧好緊要㗎，一定要馬上圈起佢。喺現實生活啊，我哋因為堅持己見，同人哋唔開心啦，發生衝突，而家先至重點嚟啦。就算對方同我哋嘅看法背道而馳，背道而馳咧即係相反嚇，對方同你嘅看法唔同。但係我哋都要保持冷靜，同埋要有開放嘅態度。所以其實呢一段呢，係同你講緊，當我哋同人哋發生爭執嘅時候，同人有不愉快嘅時候，我哋要點做？後面呢個連接詞就為你提供解決方法啦。我第一個方法要保持冷靜開放，第二個方法要嘗試理解，第三個方法要嘗試包容。所以呢題嘅答案咧，應該係 B 字啱啊！解決意見分歧嘅辦法啊！中心句咧，呢一段嘅中心句咧，好明顯係老師設計出嚟咧嚟陰你哋嘅。睇下你哋會唔會真係咧咁傻啊？淨係睇咗頭尾句就揀咗個 C 啦嚇！記得睇關鍵詞後面咧先至係重點啊！嗱，睇埋第二題咯喎，同樣地，同學又係睇咗中心句係嘛？科學家發現流沙內部咧有個特殊結構咁啊乜乜乜嚇，呢度就講緊流沙啦，好明顯係咪？有啲同學咧就睇咗呢一句中心句，然之後就話啊，呢一段成段都係講流沙內部結構啊，咁我咪揀 A 咯，係嘛？嗱，呢一度咧都有個連接詞嘅喎，有冇發現啊？如果啊，呢個連接詞好緊要噶，前面一句就為你介紹流沙結構係嘛，下面嗰句就同你講啦，如果動物唔小心踩入流沙，就會發生啲咩事？仲有一個連接詞叫做最終，係嘛？最終咧，佢哋咧就會葬身流沙之中。所以睇完呢兩個連接詞，我哋就要再諗多次啦。除咗呢個中心句講流沙之外，有冇啲乜嘢重點係呢一段想帶出㗎？就係呢兩個連接詞後面嘅動物踩咗入流沙之後會發生咩事？就係會死啊，係嘛？答案呢係 B 啊，流沙致命嘅原因，點解流沙會令到啲動物死？就係呢個連接詞後面嗰個答案啊吓，知唔知道？嗱，如果咧有啲同學咧揀 C，動物葬身於流沙中嘅經過，呢一個咧都係一點一剔，部分正確嘅啫。呢段嘅主角係流沙定係動物啊？呢段嘅主角係流沙至啱，佢就同你講流沙嘅內部結構係咁嘅嚇，動物踩咗入去咧，咁就會死㗎啦，係咪？所以呢段嘅主角係流沙，而 C 呢一個咧嘅主角係動物啊，個主語唔同咗啊，小心注意。第一，睇中心句之餘，仲要睇連接詞嗰啲，如果即使也係嘛，最終呢啲都係好緊要嘅連接詞。第二，留意選項上面咧有冇主角，呢一段嘅主角好明顯係流沙，我哋就揀翻啲流沙做主角嘅句子。C 呢一個動物做主角嘅就一定係唔啱啦吓，明唔明白？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啦吓，加油各位！